除了苗栗的災情受到鋒面的影響，南部過到上大雨，高雄甲台南的花蓮機抓因為落大雨有慢分，嘉義台積電的工地門口嘛淹水，也那台南的風是透假，有大的梁線是規個掀起，造成2個人受傷。班機將延遲起飛。機場廣播班機會延遲起飛，鋒面影響各地天氣無穩定。台南機場為測試下晝1點07分起暫停地面作業，影響部分航班。高雄小港機場也宣布有4個國際線航班，為何影響慢15至45分？還是說因為有雷雨的關係，所以就是飛機會有延後的關係？對。氣候影響交通，也拍亂反亞排膽計劃。台南蘇博館邊仔舉辦二手親子市集，現場煞口起大風，就規排的火線吹倒，也有祈求火線的反亞雨風吹甲咁要跋倒，造成2個反亞的手加喙唇青着傷。全部飛起安尼啊！啊，即個帳篷攏受到影響無？係啊，你看遐拍伊安尼，弄着塗骹。弄到塗骹哦，煞弄着，後一屆個免費，佮送你一屆，啊唔打後一屆啊，也無要來要安怎？與其保留下次年，他怎麼沒有考量退費這個問題？因為保留不一定大家都有時間來辦，而且它的後面機制還不知道怎麼叫做保留這樣子。高雄也為測試中晝出現明顯雨勢，也判水降雨，有人驚雨傘想要美好，卻因為風大行路困難。嘉義縣太保市台積電工地前也因為落雨積水，秋豐派出重機區清理。金門伫青山暗地感受到強降雨部分南地路段積水，造成騎四輪電動代步車的老大人受困。當時正值瞬間強降雨，路面嚴重積水，老翁所騎乘4輪電動代步車。疑因機件故障受潮，導致深陷於深水區中。警員協助老大人脫困，無造成更加大的傷亡。氣象專家也提醒，這波鋒面主體會佇初4尾仔到初5透早到時陣落雨會更加明顯。鋒面前沿的無穩定雷雨漸漸向南部陸地滑行，提醒民眾隨時掌握天氣狀況。記者綜合報道。